中意低層咧，而且咧想揾一套4房嘅朋友咧，今日就要留意呢一套132平方嘅一個4房啦。咁呢套房咧全新裝修，一日都未入住過嘅，而且咧我哋嘅景觀咧望翻出嚟非常之靚仔啦。咁我哋呢個樓盤咧就係雅居樂御龍山金色果嶺嘅，望翻出去咧係睇翻我哋全個一個園林小區嘅一個景色啦，水景以及泳池景，望翻出去綠油油一片，非常之舒服喎。而且咧呢邊咧係一個西南朝向啦，陽光亦都係相當之充足嘅哦。咁我哋大廳方面啊，佢個實際使用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呢邊一直延展翻個呢個贈送空間嘅話咧，足足有40平方嘅一個大廳嘅使用空間啦。就算有幾多朋友過嚟一齊玩咧，亦都坐得落嘅呢一邊哦。首先咧，我哋過嚟睇翻啦呢個位置哦。咁呢個戶型咧，亦都係比較稀缺嘅2梯4伙啊！相信好多嚟過御龍山睇樓嘅朋友咧，亦都知道啦，基本上都係2梯6戶嘅，但係呢套咧係2梯4伙啊！雙一指型嘅廚房做好晒㗎啦，仲送埋一個生活露台，封埋窗先，係咪好實用咧？呢套房哦，包括咧我哋見到咧成個大廳嘅一個天花同埋我哋嘅中央冷氣都係全部做好㗎啦。餐邊櫃、電視櫃嗰啲真材實料，大家亦都係睇得到嘅。最有一個比較大嘅賣點嘅就係咧，我哋呢間屋嘅每間房間望翻出去嘅景觀咧，亦都係完全冇遮擋，非常之開揚嘅。衛生間方面啦，所有3件套都係全部做晒㗎啦。呢間係最細嘅房哦，但係佢望翻出去嘅景觀咧，亦都係睇翻我哋一個園林景觀啦，水景非常之靚嘅。而且咧，我哋呢一套係一個內園嚟嘅，所以咧亦都係比較安靜嘅一套房哦。咁主人房方面啦，亦都係一間比較大嘅套房啦，送咗個7字形嘅一個大飄台嚟嘅。景色嘅話咧，望翻晒我哋嘅一個園林水景，非常之寫意啊！呢套房採光嘅話咧，係一個完全冇問題嘅。雖然呢套房咧裝修係簡單咗之外，但係咧亦都係比較簡約啲嘅。後期咧做翻個衣櫃，買翻張床就可以入住噶啦。假如你想響雅居樂御龍山揾一套全新嘅4房咧，就可以直接過嚟睇呢套房嘅，因為咧呢套房嘅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啊！總價嘅話100出頭就可以攞低呢套4房啦，首期20萬就 OK 啦。如果你對呢套房感興趣嘅話咧，歡迎聯繫我過嚟現場實地睇樓嘅。